南投县的老县长林明珍代表国民党来参选南投立委的补选，和民进党的议员来发现林明珍的竞选小物淡纸巾仔，面顶的大纸是打林明珍的名，但是大纸一个拆掉，变成伊的后生林如彬的名，面顶阁来写立法委员的候选人，这莫非是林明珍咧替后生号位？林如彬是来回应讲，唔是啦，是本地伊要选立委，淡纸巾仔已经做好啊，尾啊当是征调伊的老爸出来选，为着无爱浪费资源，才会做大纸甲打起嚟。影片内底黄色包装的奥斯莫里，打南投立法委员候选人林明珍的大纸，一个离开就变作是林如彬的名字。向影片创作者写讲，参选就是要替家己的囝咖啡，互大家拢讨论甲嚟不喷。引起话题奥斯莫里是真南投县长林明珍代表国民党参选南投立委补选的竞选小物，不过大纸离开却变作是后生的名字，让民进党南投县议员沈淑珍看到，这个林明珍选立委是替后生伫咧咖啡，佮送伊一个口号，敢有介意爸爸选互你来开记者会，爱林明珍解说一下。林明珍担任县长的时候，将林如彬聘为县长特助，出席所有的活动，而且可以决定开发案的金额。国民党南投县党部的主委没有进行选举，也是忽然就发布新闻稿参选这一席立委。可是因为你看你儿子的民调过低，所以你干脆老生出马。沈淑珍认为，林明珍为担任县长时，就对家己的后生特别铺排，包括即马选立委嘛是为后生尽心力，算不是县民。蔡培慧为南投争一口气，林明珍为囡仔出一口气，所以看起来这个护航的态势非常明显。共党立委补选候选人蔡培慧嘛认为，林明珍真照顾家己的囡仔。是我发想的创意那时候我辞掉县党部主委，是有打算要投入初选，都是比较勤俭持家的个性，所以我做了贴纸，然后把它补上去。就是很单纯的父子关系，那只是说大家对手都把我们联想在一起，其实这个都是党的机制。林如彬讲，家己本正想要选立委，嘛已经做好创意小物，所以想要到尾啊当顶调林明珍，无想要讨这资源，才会做林明珍的大纸，认为是对手受伤济，绝对无别的意思。我是吴一璇，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